霆鋒發聲明搞離婚，一次機艙自拍，成為風之5年婚姻破裂嘅導火線。霆鋒仲因為前日俾老婆數臭，佢終於喺尋日發聲明暗示離婚啦。經過我再三深思熟慮之後，終於作出沉痛決定啦。由今日開始，我會着手處理家事，希望盡快停止外間一切揣測，俾家人能夠重過平靜生活，亦都希望一對仔能夠健康快樂咁成長。最後，我深深感謝柏芝5年嚟嘅付出，並且衷心寄予祝福。也許影相這條路雖頗好離譜，不再讓我速樣送我路，識冇踏上分手這條路，才令我突然看到你把衰口惡毒指教我流淚不可算數，回頭路窄，然而玉照總找得到，要走得比你早。據知最初係柏芝先話要離婚，但如果唔係佢出嚟鬧爆霆鋒，其實都可能有得掹噶。你可知霆鋒的最壞處，只懂匿房打機，個仔你死你事，要每天傳達一聲一語，講得咁易，換來最骯髒的句子，法庭上堅持是閒事。消息仲話，霆鋒已經揾律師做緊離婚協議，最快月底返香港簽字，仲決定同柏芝爭2個仔嘅撫養權。而講過柏芝係謝家之光嘅4哥，都對新抱好失望啊！好啊，好事啊，老人家對唔住咯，生個咁壞嘅仔，個仔決定我支唔支持都冇用噶。我2個孫係將來嘅事姓謝噶嘛，係咪？仲話希望快啲了結件事啊！